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今天有媒体报道说万科计划出售管信资产包。从1994年的君万之争到2015年的宝万之争，再到如今2025年深陷债务危机，万科能否第三次渡劫成功，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9月17日，万科旗下广州市万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布资产整售竞价招标公告，计划出售广州市越秀区一栋商办物业和一栋办公楼，建筑面积分别为1723万23平方米和4742平方米。熟悉万科的人都清楚，这并不是两栋普通的物业资产。说8年前万科以551亿元拿下管信资产包，这被创始人王石视为自己告别万科的大礼包，被业内视作稀缺战略资源，也就是那意思就是万科的这个压箱底的看家宝，祖传的老物件绝不出售的。现在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为了化债，万科果断在资产端壮士断腕，断臂求生同时再获深铁集团20.64亿元借款输血。根据媒体报道这是王石退休前精彩收购管信资产包，如今万科动用战备仓库化债。万科日前计划出售2宗资产，被业界视为该公司回笼资金的战备仓库。广州是万科的重仓之城。2017年6月29日，在王石退休那一场股东大会前，万科广州公司拿下巨无霸打包地块管信资产包，包含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属下房地产公司股权及相关债权，也就是把这个广东国际信托旗下的所有的这个股权债权一把收购了，这叫资产包当时说该资产包起拍价高达446.8亿元，共吸引了中海、碧桂园、保利、越秀、信达、万科、华发和华润等8家房企激烈角逐，最终万科以551亿元总价拿下。王石临别之际将这次收购点评为精彩。而在万科公布的资产包中，大量土地资源也确实诱人，其中最核心的管信房产旗下资产包括广州市区16宗可开发土地，对应权益可开发计容面积211万平方米，其中98%位于荔湾和越秀2大主城区，周边基础设施配套完善，地理位置优越。万科认为这些都属于十分稀缺的战略资源。在当时很多企业看来拿下这个资产包意味着拥有了县城市超200万平方米土地，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难点在于要将资产包中涉及20余年的历史债权问题成功清理掉，才能顺利将土地变现。为了更好拆解资产包，2020年6月，万科采用股权加债权的交易方式，引进了以信达为首的7家战略，转让出广州市万熙企业50%股权。近年来，广州万熙将部分原本低效利用或者闲置的土地进行整合、置换等操作，因此相较2021年末，管信资产包项目在2024年底占地面积已减少了44.45%，就是将近少了一小半业内人士透露，广州万熙此次出售资产均来源管信资产，而出售的目的在于回流现金流。接下来还有一些零零星星的资产要出售，这2个资产项目比较规整，另外有些不能出售的，万熙只能出租经营。不过这个出售还有2项关键的条件，就前置条件一个是投标人需接受该标的物业既有租赁合同全部内容及租赁条件，这个就是当时资产包买下来的时候留下的，就是这个比如这个大楼有人已经租了，对吧？正常在里面办公或者干啥的，那个租期都是30年、20年的，或者租金什么的那条款，你要是买的话，这些原来的这些租赁条款合同你都得承认。二是该标的物业最迟需在2025年12月15日前缴清全款，也就是不存在什么3个月的付款周期这一说，就是你要认购了，那12月15号之前必须把钱付清。万科急着等钱用等米下锅，可见万科有多缺钱。需要指出的是，广州万熙今年已累计对旗下8项资产启动整售竞价招标。在此前6月23日，广州万熙上架了广州荔湾
金域、底山啊，然后以及天河银利街107号住宅。总之啊，就一直在卖资产，说来说去就跟那个万达的王老板一样啊，卖资产回血，自我拯救。但是有一点啊，我认为啊，大家恐怕也能想得明白啊，就是广州目前这个楼市的行情，广州可是已经全面放开了啊。作为一线城市，它是第一个先脱光的，但是好像也没有起色啊。咱们看到的都是广州的房价在跌，楼市低迷。那你看啊，万科这次出售的这个叫广信资产包，它是8年前买的，那个时候楼市正火的时候，大家都抢。你只要有地，你只要那个土地位置好，大家都在抢。有什么历史包袱，大家相信都能解决，因为大家深信啊，房价一直涨，资产涨价，你什么债务不都能解决？一涨解决千愁。但是时过境迁啊，现在是什么行情？广州楼市恐怕比2017年还低了，这个不好说啊。你现在你房子盖了卖不了，你那些地有什么用呢？是个累赘啊，对吧？虽然它引入了这个什么各大信托公司进来合作，有什么用？2017年万达出售资产，对吧？或者16年，那融创、富力很多企业都去抢了，对吧？为此还闹不愉快。你看现在同样还是万达，怎么就卖不掉呢？没人抢了。你通过这个就能看出啊。所以说2017年王安石为万科留下的这些压箱底的这些资产，现在值不值钱，是不是个累赘都很难说。但是万科没有办法啊，那只能卖，回来1毛是1毛啊。万科的这些自救措施啊，能否成功，全仰仗这些韭菜买不买房。只要韭菜坚持不买房，对吧？神仙来了也没办法。为什么呢？就是你手上有土地的，你又不能开发，又不能变现，因为你开发要花钱，你要贷款，花了钱之后你又卖不了，搁在手上它又贬值，对吧？它价格又往下降，谁受得了？但是你那地不开发，搁在手上，那就变成了这个叫什么不良资产，对吧？也就是很难盘活啊，那都压着你的钱的，你正缺现金的，结果你手上一大堆地在手上，处置不了，卖不了，也没办法开发。我看这个大摩的邢自强啊，又开始出馊主意啊。这是9月23号啊，有媒体报道说，大摩邢自强说啊，建议3万亿收储商品房，推动消费占 GDP 达45%。说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9月22日研判中国经济，他说啊，维持2025年前高后低的判断，预计9到10月底将出台不足万亿的温和托底政策，但强调破通缩循环关键在于“15+5”结构性改革。他提出2大核心建议，一是出资3万亿元在1、2线城市收储150万套商品房转保障房，稳楼市兼强社保；二是通过社保改革提振消费，目标2030年将消费占 GDP 比重从不足40%提升至45%到48%。第三个啊，邢自强认为，若用好7到8万亿推动楼市企稳与社保改革，中国有望在15+5引领全球复苏。我就感觉这求生欲好强呢。第四个啊，此外，他预计美联储9月起至明年上半年累计降息近100个基点，但美国通胀或因移民短缺等维持3%的高位，将压低实际利率，倒逼美元贬值，美债波动。首先，邢自强关于这个要搞3万亿啊，在1、2线城市收储150万套房子转保障房，这又是个馊主意啊！这专家就是不死心啊，非得让政府啊迎难而上收保障房。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就专家他不考虑实际困难。我们假设啊，你要做保障房也可以，就是说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啊。一，你看让开发商房子卖掉了，资金回笼，对吧？有的开发商就不用暴雷。二呢，让那些对吧应该住房但是他也没房的需要保障的人，似乎是一举两得。但是这里面有好多问题。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说你这保障房你得是成片的，你最好是一个社区的吧，或者一个小区里面某一栋楼吧，某2栋楼，或者最次吧，你得是一层，对吧？一整层或者几层连在一起。你这个保障房如果是啊，就像咱们韭菜买房呀，咱们自由买房，你那个保障房，你能这个小区2间，那个小区3间，这个楼里有2间，那个楼里1间，你这样能做保障房吗？你管都管不过来，你的成本得多高啊！所以像这种保障房都不好操作啊，就是最好开发商最好是一个小区，但是开发商哪有这样的项目？人家项目一开盘，房子都好歹里面都卖了几套，你现在是要人搬出来吗？就是说符合这种保障房条件的啊都很少。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府的钱呢从哪儿来？这里面差价太大了啊！你比如说啊，开发商本来这房子是1万1平米往出卖的，这是市场价，你要保障房的话，那恐怕就是
是6000一平或者5000，对吧？你肯定是便宜啊，要么就出租，那就政府拿了不卖，那问题更大。也就是这中间差价，或者是你出租，那你这管理对吧？你又是人吃马喝的，也有多少编制啊，多少人来管呢？这个事情又是赔钱，就是这一块谁掏钱？政府现在都没钱，对吧？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你让他又掏钱干这个，政府宁愿建保障，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明白这事啊？就政府情愿啊，我再划出块地出来，我来盖保障房，我都不愿意从开发商来收，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批一块地，他那个成本非常，对吧？他因为把那个地卖给开发商的里面涨了好几倍，10倍，加了个零卖给开发商，他那地自己卖给，如果当做个任务开发保障房啊，那他那地成本很低，然后就是建安成本，那建安成本因为是保障房对吧？建安成本低一点，1平米2000块就够了，那人家合着综合算下来啊，建保障房，那政府恐怕就是5000一平米，他真能建。哎，你让政府5000一平米收开发商的房子，开发商干吗？那开发商不赔的裤子都没得穿吗？大家懂这道理了吧？开发商愿意5000一平米卖给政府，那他为啥不卖给韭菜呢？5000一平米卖给韭菜就卖得掉了，对不对？以保障房的价格往出卖，他怎么卖不掉啊？市价是1万一平米，他5000一平米卖，对吧？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没有卖不出去的房，所以这个专家就是胡建议啊，没法这个操作。专家就说了啊，发债呀，问题又来了，你发债你不要利息吗？那债你终究是要还的。如果要发债的话，那政府他总想着如期去救房地产，还不如干点别的，还有比这个更着急的事要做，比如说给公务员发工资，对吧？给老师发工资，给公交车司机发工资。这些专家啊，锲而不舍的建议政府啊，拿钱去买房子，这样会加剧民营企业关门，而那些国企开发商，他恐怕能从中得到好处，因为国企嘛，对吧？地方国企，他跟政府两人是一条裤子的，对吧？左口袋倒右口袋，对吧？也就是上面你要逼急了啊，你非要让每个地方啊都要完成任务，对吧？每个地方必须完成收购这个商品房多少套，那他真干完成任务，那他收购谁的呢？那他就收购国企的嘛，那左口袋流到右口，那这样的话，民营房企更快的啊出清，活不下去啊。有这3万亿啊，还不如给那些啊60岁以上的农民啊涨一涨这个退休金。2025年世界财富500强峰会啊，这个在峰会上，这个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有人就问他啊，2026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方向时，他说房地产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的家庭资产，支持房地产有很大的呼声，止跌回稳非常重要。就目前而言，部分措施已经实施了，例如用地方专项债收入来购置未开发土地和未出售房屋。2026年可能会更聚焦于城中村改造，去库存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这个观点跟那个邢自强有点类似啊，也就是你看啊，收这个闲置的土地，还有开发商开发的房子，这也是去库存啊。但这个实际上都是没有用的啊，不要逼啊，你要一逼急了，地方政府肯定真的花钱收，他只能收国企的。我们再看啊，这个宁波，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浙江啊，这个经济发达地区啊，这宁波啊，跟杭州一样，都是长三角里面比较发达的地方。有人就建议啊，把宁波那些写字楼啊改成公寓，说朋友是做写字楼出租的，他说他手头的写字楼很难租出去的，没过多久就不出租了，人家就不租了，租个半年3月的人就黄了，要么人家找到更便宜的了，要么是公司倒闭开不下去了。我就想，要是写字楼改成公寓是不是更好？公寓价格低，如果产权更长一些，这岂不是年轻人必买的房子吗？一套公寓不用耗费几代人的钱买，要是现在把小型公寓做好，很多单身的年轻人应该会很喜欢吧。这个是一个网友啊，他突发奇想，这反映一个什么问题？这个网友他不懂写字楼和公寓啊还有住宅的这个差别，但是他说明他突发奇想，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反映的就是现在啊，宁波他写字楼空置率太高，那就反映这么个问题。经营写字楼的人现在都大把掉头发，有好多2分钟啊，他也租写字楼，租了写字楼之后，他再通过他招租啊，对吧？他再改装怎么样去招租啊？有一样的啊，写字楼里面也有2分钟啊，他从中赚钱。这些2分钟估计很惨。这里面有2个，第一个就是你写字楼租不出去，空置率高，说明你这个地方年轻人少，不是年轻人，上班人也少，你没有就业岗位嘛，写字楼都空了嘛，你没有就业岗位，就说明往你这跑的年轻人少，往你这跑的年轻人少，就说明这个对你这个住宅的需求，就租房的需求也会降低啊。这北京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对吧？那个北京的那个房租都在下降，对吧？我的房子直接就降1/3，反映的是租客少了，是人少了，人少了是因为你这儿就业，你看啊，是不是这种一环套一环？所以你看你现在写字楼租不出去，写字楼空置率高，你把它改成这个租房，你一样的租不出去啊，你这能租出去，别人就租不出去了，因为你这往你这跑的人少了。就不说这个写字楼改成公寓行不行啊？那就跟你的写字楼的这个当初批的时候是怎么批的？我记得以前啊，北京它很多写字楼表面上看是写字楼啊，
实际上它是公寓。公寓和写字楼有什么区别呢？就写字楼它是每一层有公共的卫生间，对吧？住房就需要每一间里面都得有卫生间，对吧？都得有下水，对吧？还得有燃气管道。写字楼里面不需要燃气管道，对吧？不需要每个地方都搞下水。有的人就用公寓立项，但是里面坐着也是写字楼，对吧？有的用写字楼立项，但里面搞得像公寓，就是给你安这个下水、走燃气，就看你那个项目批的。也就是改成公寓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就是你的房间得有厕所吧，你不会还上公共厕所吧？那你房间里面总得有燃气吧？那还得有通风管道，对吧？否则的话，你这个写字楼改成公寓，那就妥妥的是一个单人宿舍，就是个宿舍。实际上这个就反映什么？我们不说这个写字楼能不能改成公寓啊，实际上就是反映就是宁波啊，它的写字楼空置率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就是宁波的就业形势也不太好。我一直说啊，写字楼的这个空置率直接就跟就业有关系，对吧？如果写字楼越满，那就就业越好，就业越好，说明你这地方经济越好，人越多，实际上房价就稳住了。无论是租房市场还是卖房，从这儿也可以看出宁波啊什么个情况。我们再看看上海啊，上海很有意思啊，咱们以前介绍的啊那个上海百年老洋房，也就是很多影视剧啊在那儿取景的啊那个老洋房啊。上海市豫园路百年老洋房啊，9月25日10时第3次开拍，它前面已经拍过2次了啊。第一次拍是那个起拍价是 1.5， 第二次拍直接降到9666万，这2次啊都没人报名，倒有人围观，没人报名啊。那第3次拍卖啊，现在起拍价是8299万。大碗新闻记者从阿里资产平台看到，截至开拍时间暂无人报名，就到现在为止啊还没人报名。这栋洋房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豫园路532弄，拍卖标注为绝版孤品。该建筑竣工于1924年，那真是101年了啊！为多居室多厅2卫的精装修普通住宅，土地面积848.7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46.66平方米。负责此次拍卖的上海正讯源拍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先生表示啊，联系看房的人不少，但或许因为价格原因暂未出手。其实这个房子到底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啊，它是个老建筑啊，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限制啊，我都不太清楚。咱们只是说啊，你说上海豫园路上这么一个占地啊将近900平米的建筑面积347平米的这么一个建筑，对吧？没人问，没人出手，这个跟上海的8000多万的房子，对吧？好多人排队去买还买不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我是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那个8000一套的房子那是大平层啊，这个可是独栋别墅啊。按理来说上海有钱人多啊，对吧？大家既然排队去买那个8000万一平的一套的房子，30万一平，还有很多人没买上的，那为什么没人关心这个房子？这个也才8000万呢，看样子还得降啊。另外也说明上海的那个豪宅啊，对吧？动不动秒光日光，恐怕还是有点问题。为什么是二手的就卖不出去呢？这个上海的豪宅火那都是新房火呢，说不定这里面就有猫腻。我们还是看一看普通人的烦恼啊。今天我早上看了一个视频啊，反映的是武汉这个超高层，买了武汉这些超高层的业主，现在想卖不掉，家住54楼，我快崩溃了。说现在买房人简直就是趁火打劫。大家看视频啊。家住54楼真的崩溃了，现在的买房人啊，简直就是趁火打劫。看一下这54楼的高度，现在是晚上的11点钟，小区还是灯火通明。北边那里就是长江，这边呢是黄家湖。咱看一下啊，这么高的楼层。哎，你最近在卖房是吧？别提了，我今天上午刚把一个想买我房子的人给赶走了。为啥要赶呢？我把他们都赶走了。哎呀，我就算房子不卖，我也绝对不便宜这种想捡漏、想趁火打劫的人。我发现现在有太多这个想买房子的人吧，他就是抱着一种抄底，抱着一种趁火打劫的想法。就是我们小区房价巅峰期是2020年，当时14000。你看这个地方是武汉的3环边红山区，这个地方白沙洲吧，那边是长江，我们这也算是江景房。对，巅峰期就是14000，我相信大部分人也都知道。你看我这房子，那边是长江，那边是黄家湖，等于说是江景加湖景，江景房加湖景房。那大多数房子它就占一个湖景房，它都卖的可贵。我这湖景房加江景房，对呀，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买家他仍然是想趁火打劫，就是你不捡漏了，我就不买。你这价格除非比市场价便宜很多，我才会考虑。就是我这房子当年14000一平买的，110个平方。这房子我相信你进来的时候也看过了，精装修交付，
买下来花了150多万。我这些年房贷的利息大概也有30-40万，等于说我成本啊，最起码都已经有180万。我这房子我就挂，我也知道这几年房价下跌了，我就挂110万，我心里底价是100万，我就告诉房产中介，我说我这个心理底价是100万，但是我得留10万块钱的谈价空间。但是房产中介他在我面前说的好好的，他回头一扭脸，他对外宣传发朋友圈，包括发各种短视频，说我们这个小区，说我这个房子就是100万，直接把当时就把我底价给抖露出来了啊，那确实不对，当时就把我气恼了。我当时我都想我不卖了，但是仔细想想，房子还得卖。哎呀，为什么非要卖房呢？反正就这么长时间吧，也没啥人出价。就今天上午，终于有一个房产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找到买家，他找到一个买家，就是来我房子里边，说在房子里边谈，如果能谈中的话，当场就能交这个定金，交完定金直接去楼下他们门店签约。我当时可激动，我来了，这个人嘛，他就坐在我这个地方吧，坐在我就是阳台这个地方，他就说你这个房子一口价80万，我就签。我当时我头都懵了，他说我这个房子，楼层太高了，就应该卖得更便宜，就应该比正常楼层便宜个10万20万。但楼层高了，观景视野好。我就说我这个房子，我当初是故意挑的一个观景房，挑的这个江景房加湖景房，但是他觉得我这个楼层高都是缺点。我觉得我这个江景房加湖景房1平方溢价2000都很正常，比正常楼层贵个20万都很正常。对，但是他觉得我应该便宜20万，当时就把我气恼了。买卖心不服。接下来他又把我房子批评的一无是处，说我这房子等电梯时间太长，说我这房子楼层太高了。他之所以考虑我房子，唯一的一个心理就是觉得我这个房子便宜，觉得我这个房子应该低于市场价20万。那这不是趁火打劫吗？他就是趁火打劫，他把我房子贬低的一无是处。我说我这房子靠近三环线，交通方便。他说你这每天噪音肯定非常大。我说我这靠近长江，能看见长江。他说靠近长江能吃饭吗？每天长江上刮来那么大的风，你这个噪音那么大，风也那么大，你不害怕？我说我们这个小区，楼下热闹，这个像学校呀，像这个门面房那里卖饭的超市什么都有。他说那是因为你们小区容积率太高了，人太多了。我说我们小区这个物业服务好。他说你们小区这个物业费，那3块钱1平方有啥好的？那他到底买不买？不是，这也是我纳闷的地方所在。你说现在这行情，人们来买房，那肯定得100%满意吧？对，你看我换位思考，我去买房子，我绝对都是我100%、1000满意了，稍微有一丁点不满意，我都不可能去考虑这个房子。对吧？就稍微有一丁点不满意，我就不会去考虑这个房子。说这么多，他说这么多，把我房子贬低的一无是处。我想他肯定是想压价的，想让我同意80万这个价格。但是，哎呀，我最后我就想，我把他赶走，我房子就算不卖，我也不便宜这种人。这个还是武汉的江景房、湖景房，对吧？既能看到江，又能看到湖，54层啊，还不是最高的，房价腰斩，多少人的这个梦想啊破碎，炒房人梦想破碎。如果真的是住的啊刚需房，恐怕也没那么难受。因为我有亲戚啊，也买了一个江景房，而且他还是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高层里面呢，差不多是倒数第2层还是第3层，也是江景，能看见长江。价钱跟他买的时候已经跌了一半，但是他是刚需房，所以也无所谓，反正他也没打算卖肯定也是卖不掉，都没人问，房子搁在那儿，每年过年的时候回来住3-5天就走了。如果炒房的呢叫惨，这个房子很难卖。就是经济好的时候，大家就会给房子溢价。什么叫溢价呢？就你这房子啊，楼层高，风景好，你就比那个下面的房子你就贵上个20万。一样的户型啊，在同一栋里面，就因为它楼层高，所以它就贵。也就是经济好的时候，这种居住之外的功能，大家愿意买单。但是现在对不起了，对吧？现在咱们房子就回归住的功能。我就是买房，我也不要那些虚头巴脑的，什么看得见长江，
看得见湖有什么用啊？谁看呢？对吧？你一天到晚就为了工作焦虑，为了找工作，对吧？为了这个生活，你哪有心思天天看长江，看那个湖景啊？所以你就不会为这个付溢价。所以这个房价涨的时候，这个思维和房价跌的时候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经济好的时候和经济差的时候，你考虑问题是不一样的。那你用对吧？经济好的时候那个思维考虑现在那是不行的。所以买了这高层的人啊，就经济好的时候高层全是优点啊，经济不好的时候高层那全是缺点。为什么呢？一旦停电，你看看吧，你跑吧，对吧？你爬54层也不容易啊！一旦有个什么，比如说地震这个预报，你看合肥不就是闹过好几次吗？地震预报，那高层的人就得下来，而下来你还不能坐电梯是吧？这又得跑，哪有住1、2层的舒服呢？是少。所以说这经济不好的时候，你这高层都是缺点，你还想卖高价，那简直是不可能。不要埋怨别人，对吧？给你出价出的低，对吧？现在就是这个行情，有人来就不错了，对吧？这个价格恐怕还要降，对吧？我一看武汉这么多密密麻麻的这高楼，都是高楼，密密麻麻，能住多少人？你还指望这个地方涨？怎么涨？对吧？如果经济差一点，这些地方容易成为贫民窟啊！看这个样子这些房子恐怕还有一跌。这个武汉它以前很厉害，改革开放之前，武汉呢都是在国内首屈一指，对吧？绝对是经济重镇。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好像就慢慢的位置就越来越不重要了，跟那个济南是一样的，对吧？他们俩是差不多都是以前都是重镇，现在越来越边缘化，因为它跟新兴高科技，对吧？跟新兴行业好像不挨着。武汉不要说跟1线城市比跟2线城市比，它现在吃力你比如说跟成都、跟杭州，那就别说了，它恐怕也只能跟西安比一比，跟合肥比一比。那现在已经沦落到这里，所以它这个房价恐怕撑不住1线城市都撑不住，你武汉拿什么撑呢？而且房子这么多，盖这么高。当然，这个视频也可能是摆拍事实就这么个事实。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